花莲的国军英雄馆因为地动损害甲真严重，是来做红单。经过一档外评估甲鉴定，业者已经同意要拆掉了。经过年外等待，伫0403大地震受损真严重的花莲国军英雄馆，落尾手要是爱拆掉。这也是国军官兵甲营民灌宿重要住宿的所在，嘛是花莲人食喜酒真重要的场所。记得这个地方是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花莲国军英雄馆比一般的房价便宜又舒适，今天拆了，心中真是难过。花莲国军英雄馆从1987年启用到今。伫0403大地震受损严重，红地做是红单。不过因为未遂发生危险，出动时管护车业者家己评估拆除，或者是做内进补强。不过若要补强，就要3600多万。伫总部经费甲考虑安全问题情形之下，落尾手也是决定拆掉。经过中华民国军人居有社理监事会议同意，确定要执行拆除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针对上述接待的部分，因为英雄馆受到地震的影响，无法再提供。但是我们也是跟花莲在地的一些合格的旅宿业者有合作。现在拆除的工期按算会到明年2月初3。拆除了后，土地会还予地主花莲县政府。官府讲，因为国军英雄馆的业主军友社是属于社团法人，所以袂当用公费来拆。拆除的费用差不多2000多万。未来这块地要安怎使用，也要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